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下冲突。即马卡达做中人，伫昨昏有达成会当送药仔协议，是稳准会当甲药仔送去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来换救援物资，即马会当送入去加沙地区。 卡达外交部16号的声明讲，根据协议，以色列甲哈马斯交换的条件是，以色列和加沙上严重、上脆弱地区的百姓会当得到人道援助；，若哈马斯是和平关起来以色列人质会当得到运送过来药品。卡达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讲，药品援助物资17对杜哈送到埃及的城市亚拉里市，结果运到加沙。这项协议是卡达甲法国合作伫咧中协调。法国外交部危机中心负责人拉里欧表示，谈判进行了几个礼拜，初步的想法是来自一寡以色列人质的家属。法国甲有几多个月存量的特殊医疗包送到45位人质的手内，由国际红会伫咧当地协调。这是以下冲突自去年11个停火谈判破裂了，第一遍达成新的协议。不过加沙除了真侪人伤亡，怎么也有传染病，无水无通食。 وجبة واحدة بتكفيش ووضع صعب جدا للغاية مش عارفين نعيش في هذه الحياة 除了以下冲突本身所带来灾难甲伤亡，两边背后的势力也伫咧战斗。就是以色列的美国对也门胡塞组织发动第3遍的攻击，听哈马斯的胡塞继续伫咧红海社会团扰乱航运，规个国际社会拢做阵承担。这么人伫咧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卡达总理兼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就提出警告。 Gaza is not there anymore. It's the most dangerous escalation right now because it's not affecting only the region, it's affecting the global trade as well. Whenever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it's affecting everyone. LNG is as any other, merchant shipments. They will be affected by that. 这几个月来，卡达伫以下冲突一直协调。 也支持两国的方案，也就是伫约旦河西岸甲加沙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甲以色列并存。穆罕默德强调，美国伫咧这个议题的立场正重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